8、9、10、11、12。今日呢一杆係幫一個香港顧客搭配嘅通勤氣質風，預算8000蚊，幫佢搭配咗6套。佢嘅要求係胯比較大，所以平時中意着裙多啲，同埋中意小女人嘅風格。第一套咧係一個極簡風嘅老前套裝，上半身咧係一個亞麻嘅面料，襯咗一個同色系嘅紗裙。呢一套咧非常之氣質着上身。如果想更顯腰身嘅話，我哋喺腰呢度揸一個皮帶。如果有 BB 介意自己嘅膊頭比較粗嘅話，我哋仲可以襯一件西裝外套。第二套就係呢個白色嘅背心馬甲，後面咧係拼接咗蕾絲嘅，搭配咗一個同色系嘅闊腳褲，包容性比較好。佢就係以一個彈力腰帶，同埋係闊腳嘅，比較修飾你嘅胯同埋腿型，比較鬆弛幹練，簡直就係時尚界嘅精英。第三套就係呢一個波浪紋嘅飄帶襯衫，做咗個非常之輕薄嘅面料。如果覺得厚嘅 BB 咧，好似我咁樣，入邊着一件膚色嘅尾背就 OK 啦。搭配咗一個撞色嘅卡式嘅半身裙，包容性都係非常之好嘅。佢係做咗個 A 擺嘅，可以修飾我哋嘅胯部同埋 pat pat。佢下面咧係做咗個魚尾擺嘅設計。如果行起身路咧，就比較小女人味嘅復古嘅小女人風。第四套就係我哋呢個肌理感嘅背心，佢呢個面料咧都係非常之輕薄嘅，搭配咗一條蕾絲嘅半裙，包容性都係好好嘅，做咗一個層次感嘅設計，拼接咗一個緞面嘅面料，幫佢搭配咗一件黑色嘅西裝。呢一套着起身咧有氣場嘅。第五套就係呢個白色嘅刺繡襯衫，非常之精緻。呢度小立領咧係比較顯你嘅頸長嘅，搭配咗一條蕾絲嘅灰色半裙，比較高緻風嘅。佢個版型咧都非常之好，係一個大 A 擺嚟噶。第六套就係呢一條我超愛嘅黑色吊帶連衣裙，做咗一個垂感嘅波浪紋設計，非常之顯腰身，自帶一條飄帶，比較有氛圍感。行起路咧就輕輕搖曳，比較有慵懶嘅感覺。聽講香港嘅辦公室空調得18度，所以咧西裝咧係必備嘅，自帶墊肩嘅，着起身嘅話一套嘅話非常之好睇。